介于啦哈，等一下，为了各位等一下都有介于一半的，我好像有一半的时候容易被人家影响，一半的时候我会被影响这个一半的，一半这样，好像一半的人比较多哈，就是一半的人比较多哈，为什么会感觉一半来自呢？我想一下，刚刚在问这个问题前，对，刚刚台上这个人突然问你这个问题，有一点在思索我到底是什么人，你有在想说他问这个问题，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有这样想一下的举手。好，请放下。有准备举手还没有举手的人，但是我们往往再来第二个，这是进入第二个诀窍。刚刚第一个诀窍是什么？刚刚第一个人际关系的第一个诀窍是，马上把小孩找回来了。这个小孩需要你们的同理心，把不相关的人事物变成相关的，不认识的人变不认识的人。所以第一个先有同理心。第二个，你们喜欢杯盖还是喜欢杯身？来，我再做一个讨论。喜欢杯盖的举手。喜欢杯子、杯身的举手。好，并得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放下。请问其他的喜欢什么？没有全部的。人家说好，不能两个。字忠孝难两全，听过吗？忠跟孝不能两全，很难哈。这样是人之间的，不是指天上的哦，不是指大，是人之间家里面的事。自己忠孝难两全，这个就是人世间的事。所以现在各位拉回来，不要把自己放得太开哈，就人世间的事。你喜欢杯盖的举手，有没有第三个选项？好，来，一个，好，你放下，你喜欢杯身的举手。好，来，定格哦，我要1、2、7、8、9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好，你放下。来，你刚刚都没有举手的，请站起来。有啦，我就有看见有人没举手。来，站起来没举手。来了，站起来啦，这么害羞。来，站起来，我们欢迎你来，掌声给他鼓励，欢迎他。那个人没有站起来啊？有啦，有都没有举。我觉得讲的这叫什么？对。这个人脸很臭。他现在站起来，他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是他旁边。好，那我们面对夫妇为何啊？面对夫妇，讲一下，看原理是对的，注意的在上面，好不好？但是不面对人。人际关系的第二个诀窍就是要面对自己。你要知道你自己喜欢，不喜欢，喜欢不喜欢，懂吗？了解吗？我们职场不愿意用头脑思考，你到底喜欢杯身还是喜欢杯盖？我们都是重复。你问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？会不会？刚刚我这样想过的人是有这样，刚刚你做这件事情好，那你刚刚都有思考，就杯身就杯盖。这个时候就是盲点的哦。我们时常知道我自己喜欢不喜欢，甚至有时候我不喜欢，可是我也不清楚别人，甚至你现在遇到的是这个人抛给你的问题，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？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？请问这杯盖跟你以后的一生有没有影响？有没有影响？杯盖跟你一生有没有影响？没有。杯身跟你的一生有没有影响？有哦，你好深奥的。这个应该是后学在讲，后学手上左手的杯
跟爸爸妈妈的争执，跟你友情、跟你好朋友双方的争执拉扯，甚至跟你心爱的人的那个什么，我爱你，不爱我，知道那个得玫瑰花的我爱你，不爱我，不爱你，不爱我，这到后面认一个什么新蕊，他说什么？后面那个花新蕊，他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？不爱我，人会骗自己，最后说什么？才买一顿饭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人时常面对自己内心的不安，一直希望说再来一次吧，再来一个，永远不断的一直在懈怠中。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，这个问题叫什么？有没有？这件事情对你的未来的发展跟影响是不是那么重要？比如说，用一个最简单的，你今天跟你爸爸吵了一架，跟你妈妈吵了一架，因为我想要买什么？我要买五月天今天在梦时代还有什么演唱会，我背了这一个，你不给我去，我要跟你吵一顿，因为你吵完了，你再回去，那就是你妈妈，就是你爸爸，是哈，会不会说从此断绝父子关系？有有没有？有啊，可是他说断绝得了吗？我很生气，我就是爱五月天，胜过爱我的母亲，有没有？我要跟你断绝父母关系，请问你断绝得了吗？可以吗？断绝不了，这是亲情永远断绝不了，所以你要认清，你要面对你内心的迷惘，你今天到底是跟谁的关系断绝不了？而且这个人往后影响你一辈子跟着你在生活，拉回来讲友情。今天我们三个好朋友，两个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。好，那中间这个当和事啦，左边这个也是，右边那个也是，吵到后来我们绝交好了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绝交，吵到绝交。那吵到绝交之后，这个朋友以后还会不会是朋友？绝交了会不会还是朋友？我就摇头，事隔多年之后，这个人还是默默的在关心你，夫妻过得好不好？夫妻过得好不好？要不要出来喝喝咖啡？你觉得这个人还是朋友？事隔多年，然后这两个女生有没有跟那一个征服的那个男生在一起？都没有人跟他在一起，各分东西，事后大家都还是有联络，是不是朋友？还是朋友？这个微妙关系在产生哦。今天假设你爱上了一个男生或女生，今天这个人啊，跟你说要分手了，那从此各分东西了，请问你以后还会不会交男朋友女朋友？会嘛姐姐就是有练过，就说会啊，这么傻，那个男朋友就不交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事隔多年以后，前男友有看过吗？这有一部连续剧叫《前男友》，他后来现在跟他男朋友在一起，有没有？他后来没有，后来就是这个东西，所以前男友肯定有出一个剧情的梗，之后大家也是这份东西，有没有在一起？没有，可是是不是还是朋友？是哦，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关系。第三个我们要谈的关系取决于你内心，你面对你自己，你有没有去思考，我这件事情对我任何的影响？每个人都会思考这个月，我现在为了什么事，然后跟某个人甚至跟我自己拉扯，可是事情会不会永远过不了？有没有过不了的事？没有啦，没有过不了的事啊。就像黑夜与白天，现在是白天，时间一直哒，时钟吵一直吵到12点，晚上中午12点，再吵到晚上12点，是黑夜还是白天？所以不要那么激动到这么偶尔的
时钟跑到12点，待会中午12点，12点再跑到12点是黑夜还是白夜？黑夜。黑夜之后呢，再跑到12点，再跑到12点。红天黑夜，黑夜白天，然后呢？其实不断的黑夜白天白天黑夜，不断的什么重复cycle你这一个人的对错爱恨的话题。再问好，你昨天吃饭从午后不吃白饭的人，不会不像，不会啊，叫我们我们的职场人没有错。你今天你觉得我对这件事情很喜欢，我从此以后我每天每分每秒一直做这个喜欢的事，有没有？有一个阿嬷，知道她的孙子呢，她有一天煮一锅那个排骨汤，然后她孙子说：“阿嬷，你煮的苦瓜排骨汤特级好喝。”从此以后，那个阿嬷怎样？每餐煮那个苦瓜排骨汤给他喝，那个小孩子每天都在后悔。刚开始很好喝嘛，第二天哇，苦瓜排骨汤，第三天苦瓜排骨汤，第四天，第五天又是苦瓜排骨汤，然后呢，有一天我跟他说，你可不可以要再煮排骨汤？好伤心哦！说啊，你不是爱食苦瓜排骨汤，全部你唔爱食，是不是我老板煮的唔爱食？哇，那个奇怪，那个排骨的质地怎么样？对，然后呢，好香有没有？就不好意思，可是自己就这样，他也没有道歉，他自己就在过，让自己的小孩子大学生。然后这个阿嬷从此没有再做，他说他不曾吃现在一道菜叫做苦瓜排骨汤，上他大学他都不敢吃，你要讲对我是没有，从开始上面来看，但是呢，这个就是这一天大学期间他要进修，他要再去美国进修，然后是要飞往国外的，是要去哪里？那个阿嬷其实跑在那边。衣服的，然后就去买菜啊，但是心情都是很落寞的。他的身体特别强健啊，突然我好怀念阿嬷的，好有默契啊，跟他小孩一样，我好想喝阿嬷的苦瓜排骨汤，阿嬷你怎么对这个人给我呢？阿嬷说好，高兴，就去那个菜市场去买了一整只苦瓜排骨汤，就回来吃。所以我好像吃的好开心，他想到他小时候第一次吃到阿嬷的苦瓜排骨汤，就是那一个甜蜜的滋味。是那一次他吃完，他在中国回来，阿嬷就已经把我我的人生，也是寻常的在面对，这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为什么同一锅？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哈？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同一锅的汤底，同一锅的菜，为什么在不同的时间点吃起来不同味道？它如果常常吃，就觉得很痛。现在要来集思广益了哈，要来拿鸡蛋了，要把这家锅的点相关。我认为苦瓜排骨汤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什么？来谈他说为什么来上这个课程服务嘛？是说要自然问自己嘛，因为要你面对你内心是不是真的有关？想一些事情啊，像你的电脑一样，你怎么沉迷电脑？那你有达到享受吗？有啊，我感觉喝酒真的好享受。
好一段时间啊。如果你有看过他像拍那个地方，那你觉得这种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？等一下再问你，你先觉得像你生活中的什么？等一下再问你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写？干学，看到产妇，哎，妈妈你家的，就是说你家他刚好阿姨你家嘛，对妈妈，我刚上学看到产妇，没有学校老师可以讲我讲多上学真的，思考教育，任何价值。数学还是补充这件事啊，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会啊，多点时间思考，不要说都突然来，那你开心一样的说，这样子。他都会想到那个，你刚才说他会想到探讨，这个是植物嘛？看，好来，文件啊，文件啊，之前在对有看过，好来，文件来，喝饮料，你很喜欢喝饮料，最初的反应我看到你刚才为什么会这样想？好 ，OK， 好来。刚刚你先嘛，来换你的来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什么东西是你的阿嬷的那种习惯？那你久久会回去想，真的很想自己好做的很痛苦。像呼吸，我没有听过，呼吸呀，呼吸这件事让你觉得很想，很不舒服，是不是？思考一下为什么？思考一下，上课，讲一下为什么人要讲。你先讲是对或错，不知道的，讲不知道代表你根本连阿嬷的那一个没有，拿气回来，气回来玩很好，然后怎么办？我想想啊，那你们要讲一款游戏，线上游戏，说有游戏，你是指定某一款游戏还是那个网络游戏的？对，就是网络游戏啊，游戏的那个线上游戏那一些。现在流行什么？no 吧，巧克力啊，你也可以有那在思考一下为什么？那个我们自家人可以想一下，你也要想啊，小姐她要想的话，你们 FB 社群网站，然后你怎么讲社群网站哪里 FB 或者是自己的社群网站？社群网站，我发现了不起是社群网站吗？你喜欢上社群网站？社群网站，社群 ，OK， 发音好。
既喜欢，然后又让他觉得有点伤害到，会还没有啊，很健康，你也没有，没有让你就是像你马上会同样的行为，大概跟正红一样，大概面对那些受不了，看读书啊，一定有，没有。稀饭啊，讲过来我们刚刚吃稀饭，起码手工完厉害，在那样稀饭，刚刚吃稀饭看到有像下次稀饭加豆浆没有稀饭加豆浆稀饭没有，下一节没有。来，我怎么让你觉得每天让你做那件事，让你觉得做到真的有点头很好看，可是偶尔久你才会去回顾，才会去想要面对它。久以后才会哦，但是每天面对到你的超级烦。现在的不变，讲一下，等一下像数学课，去数学不知道考100吗？还是每次看到一个1、2个3就考100，不是的，好，来。这件事让你觉得压力很大，但是久好像还是会想要来看一下。来，看电视，你会看电视哦？看不出来你会看电视。好，看电视，刚刚问过一轮了哈，那我们现在要来问哦，为什么？你刚刚讲的嘛，现在来问为什么？那这个为什么哈？各位一定要用，要用点。哎，好，思考一下你的点，我让你看一下你的点。你给他们看一下你的那个什么，就站起来不要高头发，那你没有看上，来，站上台上去。好，对，有空感就会站好来。点一下，你为什么对那件事情会这样？点出来。大家想一下，他现在在盯着他的电脑看，那我也想一下，因为我没有到比较好，OK， 他讲到重点来，鼓掌一下。因为没完成，我们看到啊，标准答案哦，我跟他没有算方法哦，跟他没有算方法，突然你就会激发起来哦，开始在那边开通话之后，好嘞，这样，他还会教他嘞，那你马上就教到很懂了哦，想象力就好了，来，看你的想象力来，还可以来哦。上学啊，上学一点，他都在忙，你的心情是什么？